買仔仔，收買仔仔，收買仔仔。粟米仔仔聽緊咩啊？唔知啊。粟米仔仔聽緊咩啊？唔知喎。粟米仔仔聽緊咩啊？聽見飢餓啊！究竟聽見飢餓嘅聲音係點嘅呢？大家好，我係香港世界宣明會總幹事馮丹薇 Amy。頭先大家睇到嘅漫畫係我哋舊年創作並且推出嘅梁家村故事系列，目的係俾大家更了解世界各地兒童嘅飢餓同埋營養不良問題，亦都係世界宣明會推行發展項目嘅重點方向。喺過去嘅12個月，我哋喺全球33個國家推行咗218個項目，有接近500萬人受惠於我哋嘅社區發展項目，亦都為接近90萬人提供人道救援。其實梁家村嘅村民呢，就係最熟悉我哋嘅工作㗎喇，不如交俾佢哋介紹下。我 Captain Bean 當然知道啦。香港世界宣明會喺2025年嘅主題係讓孩子敢於追夢，透過助養兒童計劃同埋社區裏面嘅居民，仲有合作夥伴一齊推動社區整體發展，幫助咗370幾萬個小朋友同埋佢哋嘅屋企人脫離咗貧窮，等佢哋可以敢於追夢，為原本黑暗同絕望嘅地方帶嚟咗希望。香港世界宣明會除咗放眼海外，又有推行啲項目關心中國嘅小朋友，同時仲有照顧本地基層家庭嘅需要。舊年我哋揾咗唔同嘅本地專業團體同埋合作夥伴，推出關於營養、特殊教育需要同埋體驗式學習嘅項目，令到基層家庭嘅小朋友可以有身心靈整全、健康發展嘅機會。喺梁家村，我係第一個聽見飢餓嘅，所以我哋條村最關心嘅就係飢餓嘅問題。好開心香港世界宣明會同啲企業、教會啦同埋學校合作，一齊舉行飢饉一餐、學界飢饉同埋聯中飢饉等等嘅活動，出盡力去關心，又捐錢俾非洲飢餓嘅小朋友同埋佢哋嘅屋企人。好似我番薯鼠咁中意喐嚟喐去，梗係要參加啲又可以做運動又可以做善事嘅活動啦。我哋喺2024年12月喺天馬公園舉辦咗第一屆嘅 Global 6K for Water 慈善跑，透過跑步一齊為非洲冇乾淨食水嘅社區籌款，改善水利同埋衛生設施，吸引咗過千人參加㗎。希望大家細心閱讀呢一份年報，我哋更加希望大家捐款支持我哋嘅工作，一齊讓孩子敢於追夢。多謝大家，願主祝福你哋。